即係劇入面嘅真實角色，觸犯港區國安法而被判監嘅人，去到後嚟判刑嘅一刻，我先識後悔，又覺得自己真係好蠢，為咗一剎那短暫嘅榮耀感，換嚟嘅係足足9年嘅監禁。當日撥我去做呢件事嘅人，叫人衝自己鬆，我冇咗自由，冇咗同朋友、屋企人相處嘅時間。原來坐監真係唔係自己一個人嘅事，係會連累埋屋企人。我呢一次錯誤嘅決定，令到有心製造社會騷亂嘅人有機可乘。我想同大家講一聲對唔住。今日我作咗首歌，回饋國家同埋成個社會，喺呢度送俾大家。完。愧對了家國，別再看着我失態。城市顛覆了次序承受代價，請相信我閉起雙眼。時間過去，回望痛楚，在苦海中認清真相，能再次活過，多得有家的眷顧。如今同心中可找到新的方向，莫化解內疚，亦紓解心中的過往。那故事何必當初，讓我歸於你的心裏，以真心解救成長的秋。喺遠數嘅呢段時間，懲教處嘅職員好悉心咁教導我，提點我，仲安排我參加好多唔同嘅更新項目，幫我改變咗以前自己偏激嘅思想，亦都改變咗好多對國家嘅理解。同心同根一起去守這家國，共你冰釋前嫌，亦決心再次出發。這段路從身邊寫，要種根於我的家裏。這決心不改變，良心相緊扣，終可補救。